台南三乡花园水稻博物馆，伫个经过古迹的修复，伫个2019年的10月10号对外营运。虽然去年甲今年当着疫情，不过参观的人次，短短一冬外就突破100万人次以上，成为台南知名的观光景点。伫个疫情境界降级以后，议会教育委员会嘛关心水稻博物馆的营运状况。上午特别前往会勘，由文化局长叶铁山加水稻博物馆的馆长黄文煌专程来导览简报。水稻博物馆啊，这一两冬啊，会当讲是咱台南市啦，上界行的一个景点安尼啦。咱今日教育委员会，来到这个所在，特别要来了解到咱所有啦，咱水源道咱博物馆的营运状况啊，除了简单听到咱馆长咧讲。去年差不多将近要100万人安尼啦，100万人来到这个咱的博物馆来参观安尼。我是希望讲咱未来啦这算咱台南市一个景点啦爱好来发挥安尼互这咱水稻博物馆会当伫全台湾成为一个真有知名度的迄个好佚佗的风景啦。遮若要来嫁人娶某来遐翕相真好啦，真正气氛真好，真好安尼啦一定会当感受到讲，这个所在真旷阔，树木真多这个古迹真典雅，真水安尼所以自开放了后今年咱是10月初10国庆啦10月初10的时阵来做开放。一直到今年初的时阵，已经超过100万人次的这个参观啦所以会当讲变作是一个山区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光景点，尤其是要进到山区伊是一个山区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啦从咱的化酒馆两个部分都要结合做伙啦变作是一个讲非常重要的这2冬来非常重要一个台南市新的观光景点安尼会当做教育。推展咱的历史文化，包括咱的生态教育园区分做博物馆、花园加密林区，占地20公顷，加上对面净水池16公顷，总面积36公顷。不过员工甲清洁人员却只有26位。议员建议，希望伫个明年三乡水稻建立100周年庆的时，员工的编制会用提升到30至35位。至于100年的庆祝活动，议会嘛希望会用加甲地方来结合，增加亲子的共融，或者是菜鸟溪的水域，和水稻的水有相关。对此，文化局嘛回应会来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